报道上大牌。今日咱报道上大牌，依然是小虎哥蔡小虎啊，新的专辑推出，当然新的讯息嘛，跟你讲9月21号有演唱会，就是台北小巨蛋哈。不管你伫倒位想要听伊的歌，还是讲要甲支持啊，还是要看伊现场表演的朋友呢，等一下哈，真期待这部内容哈，我们可以来访问一下小虎哥。我先来听伊的新歌《男人的坚持》。看今夜异乡的月，想起故乡心爱的人。孤单看人生相，你敢犹原是我的人？有缘千里来相会，千年无算戆。若无缘，就爱诚心来祝福。梦中，爱你的情意永远在阮心中。我独苦恼坚持为理想，不惊阻碍向前冲。请你一定爱保重，等待我。相逢。看今夜异乡的月，想起故乡心爱的人。孤单看人生相，你敢犹原是我的人？有缘千里来相会，千年无算戆。若无缘，就爱诚心来祝福。一份的梦中，爱你的情意永远在阮心中。我独苦恼坚持为理想，不惊阻碍向前冲。请你一定爱保重，等待我。相逢，看到你行入阮的梦中，爱你的情意永远在阮心中。我独苦恼坚持为理想，不惊阻碍向前冲。爱保重，等待我回乡再相逢。今日的宾哥边也是蔡小虎哥哈啊，我们这个认识也很久的时间对，真的很久了。对，然后10几年了。是啊，你看出道就认识了。是啊，嗨，你看我刚好22年。安内我高龄嘛是22年啦。我今天大概我们在想到以前的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世界的变迁还是蛮大的哈。然后 N A 改的些那哈，但是我说真的哈，南宫哈坚持固哈。真的，迄杯卡这久就是你的哈，开过来呢哈。对，而且你在这个唱腔的上面哈，我也会还是有一点感觉啦。所以虽然以前的声音比较亮，
对不对？对对。可是现在那个以前的声音比较柔一点嘛，比较柔一点，对。现在比较有成熟的那个味道，对，比较深沉，对，然后变成会有比较感情。感情比较深，可是不管你怎么唱哈，只要你一开口，大家都知道讲这串烧后，小虎哥，你刚开始是唱歌的时候，敢无这个困境嘛？就是刚他开始唱歌的时候，那个特色啊，没有人会他们会觉得明不明显啊？其实我的歌声还那个辨识度蛮高的，蛮高的。然后以前我的唱法是比较优美的唱法，然后自从我进入唱片圈演艺圈之后呢，我每一次录音，然后老师都会给我指点，然后慢慢我又进步，一直进步，然后变成又力度又够，然后低音又漂亮，高音也漂亮，这样子，就是发展到比较完美的一个阶段。对，我觉得这个不容易。人来讲唱歌是一直在进步的哈，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啊，少年人声较饱啦，较清脆啦哈。那入会时阵哦，那个气啊，跟那个可能这个会有点影响。其实唱歌是7分是天生但是还是要靠3分努力哦。不是说你天生就可以唱到非常好哦，你还是要练习哦。因为从我开始学日本歌以来，我很认真的练了很多日本歌，然后我进到演艺圈参加五等奖比赛之后呢，我每一次的录唱片，每一次进录音室，每一次我都会进步。尤其是我碰到那个黄建民老师，我进步最多啊！我也听他说呢，对，有讲，今天你有盖，我咧访问伊啊，真的我请伊来啊，因为我感觉伊做真侪有意义的。他是跟我最好的朋友，是啊。以前我在民冠的时候，我第一张唱片就是那个吴家祥、叶家修还有黄建民他们3个人同时做我一张唱片。然后做完之后，我就跟那个老板就说，我不要让黄建民录了，因为我该修没，我录音录到修没。然后我第2张没有让他做之后，我回想以往。第1张他帮我配唱的时候，我发现他在教歌真的是言之有物，而且他很会教，但连嘴型啊，连那个唱法啊，他都教得一清二楚。哎呀，我觉得我就回想他真的很棒，然后我就马上跟老板讲说，我第3张要让他做，马上承认我错了这样。对，因为我较早就其实不是什么修美，因为其实音乐本来就主观呐。对因为老师他要教我怎么唱，他会唱一遍给我听。那其实大概不知道我的领悟力高到这种程度，他只要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是要讲什么。他一点我就知道他要我做什么，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敢当卖唱，你讲我听有啊，你免个唱一摆给我听。浪费时间，而且你唱的也不怎么好听。有可能，外公人各有专长，对吧？结果第3张我就叫他回来，之后呢，我们2个就变成亦师亦友啊，因为他的学识蛮渊博的，然后他也对世间的事情看得比较开，因为那时候我的头壳的。就搞钻牛角尖所以我每次一有心情不舒服的时候，我会找他然后他就变成也搞到开破给我听，所以我们就变成好像兄弟，又像兄弟，又像老师这样。对，过来的时候他很珍惜你的才华，对，真正给您啊，咱咧讲给这个代志是值得保藏的艺术真这啊，画图嘛是啊，对不像那个时候我就每次都那个金曲奖每次都入围然后每次都不得奖，然后我就心想我都唱变较好听，为什么大概我拢袂得？伊讲若要比好听，大概拢互你得就好啊。他跟我这么讲你讲若要比好听，大概拢你摕就好啊，咱别人免摕啊。然后他这句话我也听懂，他就是说你必须要具备其他的那个周边的条件来综合。所以那我就释怀了。我想说，好吧，你们就不给我，那我就不要报名了。可是我还是一样，到现在我还是一样。小虎哥，我觉得那个其实
已经不是重点了。对，我觉得那个不是重点了。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心情钻牛角尖的时候，或是我们想不通的时候，让我的意思意有哈，搞人点破解，去顾问都会塞哈。对，那个温暖的比什么都好。对，所以我承认呢，我承认说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而且他真的是像我的老师，又像我的弟弟一样，他小我几岁这样子，真的太开心了哈！所以这张新的专辑呢，我们来宣传的时候，也谢谢我们以前的亦师亦友黄建民老师。当然最重要，宾果马西爱跟你讲哈，921哈，9月21号，小虎哥的这个众星拱月的演唱会，在台北的小巨蛋哦。对。为你跳特别的节奏，今夜为你等候，徘徊在今宵浪漫的情调，我甲你蓝调调。音乐真重要，为歌要奋斗，感情暂时无需要。为你演唱一条探戈的歌谣，莫去嫌，莫计较。那么迷人的舞步，有人的照顾，有时大石路，才可当作吃补。那么一步提一步，学习人生路。舞步为你跳，特别的节奏。今夜为你等候，徘徊在今宵浪漫的情调，我甲你蓝调调。音乐真重要，为歌要奋斗，感情暂时无需要。为你演唱一项五的歌谣，莫去嫌，莫计较。那么迷人的舞步，有人的照顾，有时大石路，才可当作吃补。那么迷人的舞步，艺界一条路，有我的一步提一步，学习人生路。那么迷人的舞步，有人的照顾，有时大石路，才可当作吃补。那么一步提一步，学习人生路。男人对理想的坚持，嘛着心爱伊知影。蔡小虎，男人的坚持。爱保重，等待我回乡再上。蔡小虎2013年上漂泊的专辑《男人的坚持》，
豪记唱片。好记哦。